有没有什么话跟他讲？因为虽然你们已经吃过蛋糕了，想说当然还是感谢，我觉得很谢谢她成为我的姐妹。怎么又很想哭了？这也太浮夸了吧！我的人生，吃饭累点。对啊，这太夸张了吧！这哭点。疤痕的部分其实他们已经很成熟了，但是身体的相对冷热的温度的调节，因为毕竟散热，我身上有一半的散热系统就是都受损了嘛，所以变成我的散热只剩一半，就忽冷忽热吧，大概提早经历更年期吧。当然那时候的身心状态是比较负面的，就觉得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吗？就为什么我要被判这个刑？我每天被困在这一个身体，被困在这个疤痕里面，然后我哪儿都去不了，我只能做的事情就是复健。然后我每天做一样的功课，然后每一天又一样的没有成效。其实身心灵真的是很挫败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有这样的经历，然后我看到他又好好的，就是你知道对我来讲，那个是很绝望的。所以当我有一天，我现在可以再站上舞台或再走出来，我就觉得那太好了，我就会是你们的榜样，是一个什么不是自愿的一个课程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去修，可是当修过之后就是你的了，所以我就是很想要鼓励那个上游这位大哥，你要走可以不要把灯带走吗？站在乎灯。认识的小鲜肉说你还不错，目前有新的进展吗？哇，贵啊！有新的进展吗？床上拍到都不行。我就问你有没有拍到啊？怎么可能拍到床上？就说你拍不到的。没有没有啦，就是没有。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忙了起来，不然你问阿贵啊，我真的很忙。有没有什么话跟他讲？因为虽然你们已经吃过蛋糕了，想说当然还是感谢，我觉得很谢谢她成为我的姐妹。怎么又很想哭了？这也太浮夸了吧！我的人生，吃饭累点。对啊，这太夸张了吧！这哭点。你刚刚怎么没哭？对啊，商友们会不会觉得我怎么不爱他们，不爱 Hebe 啊？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人生里面没有田馥甄。哦，有没有押韵？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人生没有田馥甄。准备什么礼物给 Hebe 吗？啊，早就买好了。是什么？你到时候问阿贵就知道了。发现会被拍到吧？那个他那现在是叫什么啊？是送我要我拿的，是不是？你确定我会拿吗？